既然 DHT 由一個男性出世開始佢就已經有㗎啦，咁點解啲青少年人同埋啲細路仔佢哋唔單止唔會甩頭髮，而且啲頭髮仲瘋狂咁生長？到底係咩原因呢？咁樣同我哋之前嗰條片所講 DHT 係引致男性雄性脫髮嘅元兇呢個講法有所矛盾咯。今日我哋就嚟探討呢一個嘅課題。原來 DHT 佢本身都有一個時間嘅密碼鎖。當你年輕嘅時候，身體會發出一個嘅指令，要呢個 DHT 令到男性嘅毛髮迅速咁生長起嚟。喺呢個階段，DHT 就擔任一個激發男性特徵嘅生長發育嘅一個嘅角色。但係到咗一個男士30歲之後，身體就會對 DHT 發出另外一個嘅指令，就係指令佢要令到頭髮脫落。於是 DHT 就會開始攻擊我哋嘅毛囊。天生有遺傳性敏感性毛囊嘅男士就會開始脫髮。為咗幫助有脫髮嘅男士更加明白、更加容易去理解點解佢哋會脫髮呢？咁我哋而家咧用一個比喻咧係去解釋一下點解有敏感性毛囊嘅男士會出現脫髮嘅現象呢？睇呢一個嘅毛囊同埋 DHT 係一把鎖同埋一條匙，毛囊係一把鎖 ，DHT 係一條匙。而擁有敏感性毛囊嘅男士呢一把鎖咧，正正咧就同 DHT 呢條鎖匙咧就吻合，所以咧就可以打開呢把鎖，繼而咧就脫髮啦。而冇敏感性毛囊嘅男士咧，佢呢一把鎖咧同 DHT 係結合唔到嘅，所以咧亦都開唔到呢把鎖，佢哋就冇脫髮嘅情況出現啦。咁你又會問，男士嘅雄性脫髮係遺傳性㗎嘛？咁點解洗頭可以幫佢洗走呢個 DHT， 而令到佢唔脫髮呢？就住呢一個話題，我曾經同 AI 討論過好長嘅時間。我將我先生6年嚟嘅臨床實驗結果話俾 AI 聽，佢都冇辦法解釋到呢個現象。佢話我哋嘅 DHT 應該係深藏咗喺呢一個嘅毛囊裡面，而唔喺頭皮嘅表面，所以洗頭理論上係唔可以洗走 DHT 嘅。但係佢又唔可以反駁我呢個做咗6年嘅實驗喎。於是佢就話我呢個實驗非常之有趣，係值得繼續擴大去研究嘅一個嘅實驗嚟嘅。佢嘗試去解釋我呢一個實驗嘅結果。AI 話由於 DHT 攻擊毛囊嘅時候，佢會產生一種叫做微炎症 （microinflammation）， 而持續嘅毛囊發炎最終會令到毛囊產生纖維化，最後會萎縮，毛囊死亡。呢個微炎症喺住雄性脫髮呢一個過程裏面扮演住非常之重要嘅角色。而我嘅先生持續用有呢個菊花、金銀花、側柏葉、桑葉等等呢啲嘅中藥材，一啲消炎性嘅中藥材去洗頭，正正係可以消除因為 DHT 攻擊毛囊而引發嘅微炎症，為頭皮嘅健康創造健康嘅環境，從而能夠對抗呢一個因遺傳性而引發嘅脫髮。咁由此咧，我哋可以推斷，因為 DHT 引發嘅呢一個雄性脫髮，其實只係一個表面性嘅講法。真正令到男士脫髮嘅主要原因就係呢個微炎症，而最後毛囊死亡都係因為呢個微炎症引致毛囊產生纖維化，繼而萎縮所引致。於是當毛囊死亡之後，就唔能夠再復原啦。除此之外，呢個中藥洗頭水可以更有效咁去除我哋皮膚嘅油脂啦、灰塵、馬拉色菌呢啲咁嘅微生物。馬拉色菌呢一種嘅生物，佢會以呢個嘅頭皮嘅油脂作為佢食物，喺佢食嘅過程裏面咧，佢亦都會產生炎症。而呢一個中藥洗頭水喺呢個時候就發揮佢最大嘅功能，就係消炎嘅作用。當佢產生咗呢個消炎嘅作用，唔單止可以去除到呢個馬拉色菌同埋呢個 DHT 攻擊毛囊而產生嘅炎症之外咧，通過呢個頻密嘅洗頭，我哋不斷去按摩同埋揉搓我哋嘅頭髮嘅時候，令到我哋嘅頭皮可以咧得到呢一個按摩，而按摩嘅呢一個過程咧係可以令到我哋嘅血液循環。頭髮係血液嘅末端，
如果我哋嘅頭皮得到呢個按摩，令到血液循環嘅話，我哋嘅頭髮就會更加健康咁生長啦。所以喺一個頻繁洗頭嘅狀況下，用中藥洗頭水可以令到我哋有一個更健康嘅頭皮環境。雖然 DHT 繼續存在，但係佢所引發嘅炎症破壞鏈被消炎嘅洗頭水同埋呢一個健康嘅頭皮環境切斷咗，使到毛囊能夠維持正常嘅功能，恢復呢個活力。